王后，大王，王后姗姗来迟，这一夜睡得可好？臣妾昨夜服了安神药，竟不知宫中出了大事。王后服了何等安神药？满宫人都被叫醒，唯有王后昏睡不醒。禀告大王，王后确是今日一早才知此事。今日公子当患病，王后照顾公子一直不曾睡好，所以奴婢才给王后服了9夕安神丸。奴婢揣度着，从阵痛到孩儿落地，总不至于立时3刻的，所以就没敢叫醒王后。是奴婢有罪，望大王不要责怪王后才是。芈月腹痛早产，指派给芈月的女医也失踪了。就算王后昏睡不醒，满宫人也都昏睡不醒吗？大王曾经说过，指派臣妾照顾芈八子。芈八子虽然没有住进长宁殿，但臣妾对芈八子仍有义务。臣妾失职，臣妾也难逃疏忽之咎，望大王恕罪。芈八子的侍女叫嚷的满宫都听见了，臣妾本有心过问，可是听说芈八子派给王后报信的姑姑被关押起来了，臣妾也就没敢再过问了。王后啊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我那魁姑出言不逊，吵闹纠缠，奴婢怕她惊醒了王后，所以就私自做主，暂时叫人绑了她。这么说，寡人的后宫不是由王后来执掌，倒是叫一个贱奴来执掌。大王，把这贱奴交永巷县打20棍杖，待寡人理清了缘由，再做打算。大王，那秦王有什么好？哪点比得上赵侯雍？真是喝了迷魂汤了。舒公主也许是受了别人的挑唆，那月华台里不是还住着个芈月吗？可不是，我真是糊涂，竟然让舒儿和那个贱丫头在我的眼界之外恣意妄为。玳瑁，传我的旨意，让舒公主马上给我搬回高堂台。是，微后敬上大夫求见。晋上一向跟南后热络，南后刚走他就来了。那奴婢去回了他，就说微后身子不适。等等，听说秦王就是托晋大夫为他出面求亲的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花言密嘴的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拜见微后。免礼。谢微后。听说晋大夫近日为楚秦联姻之事忙碌得很，今日怎会到我这里来？微臣是给微后道喜来了。喜从何来？秦王久慕舒公主贤德美貌，愿以倾国之力来迎娶。舒公主乃微后掌上明珠，秦楚联姻岂不是喜事一桩吗？我看中的贤婿不是秦王，晋大夫道喜走错门了。赵侯雍虽好，但与秦王相比，却有缺失。此话怎讲？赵侯雍来楚国提亲，是为了合纵；大王曾允诺婚事，也是为了与五国联盟。臣以为五国联求大王给臣妾做主啊！大儿怎么了？太医里说大儿不行了，大儿若走了，
臣妾岂能苟活于世？当然是寡人的儿子，我嬴氏的血统比别人顽强，绝不会轻易放弃。王后爱子心切，此刻不该乱了分寸。拜见大王。那草药可采到了吗？是，因为公子当病症危急，需要马上内服外敷。此刻女医治正在捣药，片刻便可以给公子当服用和疗伤。好，太好了！若能救治好公子当，寡人重重赏赐你们。谢大王。快请太医。是。这下好了，当儿或许有救了。是真的吗？昨夜芈月偶然发现一种草药，对当儿的病症或许奇效，所以女医治连夜出城进山采摘，此刻药医采回。继儿要跟婆婆他们变寒雨鼠。不是寒雨鼠，是寒雨鼠。哦，娘亲知道了。继儿是想变秦国眼下是该攻韩还是伐蜀，对吗？这是父王留给我和蛋哥哥的功课。继儿不该为难婆婆他们，若要变，该找侧室们去变。娘亲明日带你去四方馆，好吗？好，太好了。今日晚了，继儿该睡了。以鄙人看来，国相力主攻韩自有的道理。自从公孙远投奔韩国，得到韩王的赏识，他据三晋，窃周天子之名，蛊惑列国，以秦为敌，以报大秦未能重用其之仇，报张子排己之恨。而张国相必然是公孙衍大敌，因此也会对三晋帝和周天子的号令耿耿于怀。可我认为，司马错将军的主张更有道理。若要强兵，必先富国；若要富国，必先扩张领土。欲行王道，必先得人心。这三者齐备，则帝王之业自然可得。鄙人看来，战事可行否，全在稳妥二字上。大王，他们到了。拜见大王。免礼。朝会上，众臣为了攻韩还是伐蜀，已争论了多日。今日寡人请你们来，是想让你们跟着看点儿新鲜的玩意儿。王后来了，向妃放肆，为何不起身施礼？妹妹大难不死，真是有福之人。看妹妹容颜憔悴，定是吃了不少苦头。大王心疼你，姐更是心疼，将东西给向妃呈上。是。臣妾曾吃过恶人的苦头，这些服饰，臣妾是打死也不敢碰的。妹妹差人来说要见我，定是有话要说。你们都退下。是。妹妹，你这是……臣妾这几年生不如死，贱如草芥，全是拜王后所赐。臣妾感恩戴德，铭记于心，变牛变马，不敢忘怀。我如此好生待你，真心拿你当姐妹。你刚刚回宫便血口喷人，你是否害过人？心里最清楚。向妃，
你失心疯了！我何尝害你？又怎样害过你？空口无凭，要拿出证据来。你向来害人，无恃无恐。小冉，我原本打算把小冉留下的，但郑伯身体欠佳，已无力抚养小冉。我想，我还是把小冉带走吧。姐姐，此去秦国路途遥远，途中一定会遇到许多危险。小冉弟弟的事，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小冉不能进宫，可跟着你是公主陪嫁，又多有不便。我想，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这个了，让小冉跟着我。不可能，我们都知道，小冉不可能进宫的。但我可以出宫，小冉跟着我，我跟着你。裴家应氏都有随从侍女，我随你一同离开楚国，既可以一路照顾你，又可以照顾小冉。那蓉儿怎么办呢？姐姐，别再把我当小孩子，魁姑这法子我赞成。我眼下虽不能为你和弟弟争一块天地，但绝不要你和魁姑再为我操心。再说云梦台里还有其他姑姑，不怕没人照应。蓉儿的确长大了，懂事了，只是魁姑为我们姐弟已经辛苦半辈子。我原本打算让魁姑跟着你去养老的，若是跟了我，难免前景险恶，凶吉难卜。不用多说了，跟你走，无论是吃苦还是享福，姑姑都情愿。海茂，你跟随我这么多年，忠心耿耿，我和你的情分早已超越了主仆，所以我心里有打算，一直不忍跟你说。微后要是这么想，就把婢子当外人了。淑儿要出嫁，我心里总是……走吧，尹夫人，米夫人，快这边走，快走！走！夫人，这边请，这边是密道，东向外。尹夫人，秘书，1年未见，你令人刮目相看。我一直不愿相信，一个荒郊行宫的弃妇会隐藏着什么天大的秘密，没想到事与愿违。我与先王乃是亲姐弟，我知道先王一生中的全部秘密。你所说的秘密，只不过是我与他之间的又一个默契而已。先王临终之前交代我一些事情，如今我已经把他办妥，可以随他而去了。你这是谋反叛逆！谁在叛逆？谁在谋反？你该最清楚。我是惠后，你应当臣服于我。哼！你笑我大胆！惠后息怒，眼下还是追查芈月的下落更为重要。我问你，芈月在哪儿？